主后2023年3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明白家己是谁。圣经咱做来听读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8节。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时，问伊的门徒讲：人讲人子是甚物人？因应讲：有人讲是施洗者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耶利米，也是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问因讲：恁呢？恁讲我是甚物人？西门彼得应讲：你是基督，永活上帝的囝。耶稣应伊讲：西门巴约纳，你真有福气，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，是我的天父。我阁甲你讲，你是彼得，是石盘，我要伫即个石盘顶起造我的教会，阴间死亡的权势都袂赢过伊。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，你伫地上禁止的，伫天顶嘛会禁止；你伫地上稳准的，伫天顶嘛会稳准。后来，伊命令门徒毋通甲人讲伊就是基督。迄时，耶稣开始对伊的门徒表示，伊一定着去耶路撒冷，对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受真济苦难，阁互人害死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彼得就求耶稣去边仔，甲伊责备讲：主啊，绝对毋通，你袂用得有即款代志。耶稣活转身对彼得讲：撒旦闪开！你得甲我甜骹盘手，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，是人的事。后来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要缀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人若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甚物利益？人会当用甚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人子特别伫伊下爸的荣光中，甲伊的天使来临。迄时，伊会照逐个人的所做，甲因报赏，也是刑罚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诶还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人子做王来临。以上，明白家己是谁。今仔日的故事发生伫以色列北部城市凯撒利亚腓立比。这个城是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赐予大希律王，后来大希律的囝腓力重建，为讨好皇帝，阁提高家己号这个名。西门彼得伫遮告别耶稣是基督，上主的受抹油的，是要拯救人民，用公义、和平统治列国的迄一位，唯一的上帝意义。彼得宣告凯撒毋是伊的王，耶稣基督才是。因为安尼，耶稣讲：我阁甲你讲，你是彼得，是石盘，我要伫即个石盘顶起造我的教会，阴府死亡的权势都袂赢过伊。拄因为西门的告别，耶稣互伊清楚家己是谁，认出生命的主
也要拄着真正的家己。伊用两个类似却无共的希腊文 Petros 彼得石头的意思，和 Petra 石盘，证明彼得是谁。对这以后，彼得互看做是教会的根基石盘，搁称做罗马天主教会教宗宗座的权威。总是这个时阵，西门并无明白耶稣的心意，反倒正做另外一种的石头垫脚石。伊对耶稣的预言极力反对，因为当时认为无所谓的受苦的弥赛亚，总是耶稣严厉斥责伊，撒旦闪开。耶稣甲伊讲，莫动怒，因为要跟对伊的人，爱跟对伊直到十字架骹。要缀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耶稣并毋是爱人顺道，是爱人毫无畏惧，毋惊见笑，跟对受定的主。伫当时，十字架象征死亡，也代表屈辱。因为安尼，举家己的十字架，表示愿意承担世间人的善笑和得意。明白这世界的想法，毋是出自上帝，是来自撒旦。最后耶稣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诶还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人子做王来临。”这段经文甲启示录22章12节，耶稣讲：“看我连伊来，我要带报赏来。”照逐个人的行为，甲伊回报。平行对照看，主耶稣并毋是带来警告和审判，反倒是安慰。人若活出跟对受定之主的性命，就有福气，因为迄人就伫主的掌权中。今仔日，无论咱新店的城市名称是啥物，还崇拜着真侪有形无形的神明。每当农历3月小妈祖，无数台湾民众热烈参加妈祖绕境。美国先捌称这是全世界上受欢迎的健行，甲麦加朝圣之行，以及梵蒂冈圣诞弥撒齐名。台湾人社会毋若崇拜妈祖，还无拜股票、权威、学历、金钱、地位等神明，因为安尼，身为基督的军队者，必须认出所军队敬拜的主是谁。伫这疯狂的世界，若要明白家己是谁，必须真实甲主耶稣相遇，告别伊是咱生命的主。默想，我嘴里宣认，心里相信的主是倒一位？我嘴里宣认，心里相信的主是倒一位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我生活的世界疯狂追求各种神明，我却常常不理解对世界的道路直行。求你赦免我，佮帮助我伫所掂的世界认出你的道，告别你是我生命唯一的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